台北北投的朱行禪師主持釋上禪，獲檢方指控講涉嫌甲信眾館的油香塔違法會等寺廟收入，攏落入去家己的納袋仔內面。7年間呢，侵佔7000多萬，專案經過士林地檢署偵辦，今日依照公益侵佔罪嫌改起訴。帶台所文代表獻禮，佛寺的大小事攏由法師釋上禪主導。不過，身為主行禪師當家師的伊，所予人指控甲信眾管的香火錢、塔位、法會等各項寺廟收入，攏刷來使用。就連禪師厝頂修理的工程退款嘛扣佔去。民國107年開始，7年外侵佔7044萬外，事件查到偵查終結，依照涉犯公益侵佔罪嫌起訴。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佔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訴，並請法院從重量刑。主行禪師佇台北市北投佇當地不正有名，不過檢方查出當家師涉嫌指示縣內會計，攏總7000多萬的公款轉入個人的戶頭，提去招人投資機會，也有做建置電視台營運費用。專案甲當家師叫人起訴，縣內助理是得到原起訴處分。記賬方式都承接以前我們當家師傅的做法在做，所以師傅交代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，其他我也不會去過問，信徒不能去質疑師傅的任何事情。縣內會計會當得到原起訴，是檢方考慮伊是虔誠的佛教徒，因為是考慮去予當家師指示犯案，不過犯後態度良好，對犯行坦白承認。那釋上禪雖然佇偵查中坦白承認侵佔公款，不過去予檢方重話批評，講伊是當家師甲管理人應該誠心少欲望，不過真後講法律伊煞甲公款當作個人的金庫，私人的使用，惡性猥褻，甲當也未繳回任何犯罪所得，請判當刑。對，因為我媽在這裡，我就自己來辦，一次就是繳牌位跟牌位，牌位15，牌位10。對，我聽到蠻下課的。清明節啊，年節才人比較多，我們停車停在這裡，我們是給他租的3000塊。今日該傳信息打電話予釋上禪出稿前，無得到伊的回應。不過，這個風波的影響，那當家師名下總價值1000萬的真濟張保單，加3筆的土地，已經去予檢方查扣，見且沒收，嘛予主行禪師的形象受損，信眾嘛無法度相信。記者採訪報道。